Hello，大家好啊！有我波記啊，波記又嚟到惠陽呢邊星河丹堤呢個屋苑，同大家分享一套二手選盤啊。咁我依家所在嘅位置喺邊度呢？就係屋苑樓下嘅呢個星河 QQ Garden 呢個商業街呢度啦。可以見得到我身後呢度有咩呢？永輝超市啦，蜜雪冰城啊，好多啲茶飲。然之後呢，再喺嗰邊轉個彎，有麥當勞、肯德基。屈臣氏呢啲商場，全部都應有盡有，真係成個惠陽大亞灣星河丹堤嘅一個配套，可以話冇一個屋苑可以同佢去揮嘅。一落樓所有配套應有盡有，好似啱先業主講嘅，你直頭足不出戶可以享受一切所有配套。再過到嗰邊仲有一個學校喺度啊，12年制嘅學校華富，好方便好近。然之後落樓呢邊咧，仲有一個公交車，一個臨時上落點喺度啦，非常之方便啦啊！咁咧我就其他廢話唔多講啦，即時帶大家睇下究竟呢套樓有幾豪，120一個方就5房啊，總價僅只需要150萬，而且係歐式嘅一個裝修，全新裝修過，非常之靚仔。咁我即時帶大家上去睇下，咁我哋喺上面見。好啦，咁阿波嘅依家嚟到呢層樓嘅 lift 位呢度啦嚇，呢層樓咧佢屬於係2梯3伙嘅，嗰邊有一伙啦，然之後呢邊有一伙，係過到嚟呢邊仲有一伙，呢邊就係我哋今日拍嘅。一入到嚟咧，業主花咗好多錢裝修咗2個門啊，一入到嚟呢邊做咗一排到頂嘅一個衣櫃。衣櫃過嚟呢邊有個儲物間啊，業主當時呢邊都係攞嚟擺翻啲雜物，另外咧仲做咗一個衣櫃喺度啦。平時後期我哋都可以做成一間客房，因為業主呢邊因為平時依家冇咩人住，所以擺啲雜物。實際上佢當時係做咗一個榻榻米喺度，都可以住人嘅。咁一入到嚟呢邊啊，呢個南北對流嘅一個開間嘅話咧，大概又去到3.8米。非常之闊落，大家可以通過鏡頭見得到嗱，成間屋咧佢係偏嗰啲歐式嘅一個裝修。先帶大家睇翻我哋嘅呢個餐廳位啦，嗱呢邊餐廳位全部做咗一大塊嘅一個落地窗戶，望翻我哋一個後花園嗱，大家可以見到鏡頭，星河嘅佢嗰個綠化園林做得真係冇得講噶啦。另外業主都係嗰啲窗戶開啟位都係做咗嗰啲蚊窗嘅。呢邊係我哋嘅一個廚房啦，廚房都非常之闊落。廚房咧佢係做成咗一個一字形嘅，但係呢邊仲有個邊位。另外我哋比較少見嘅都係做在成面嘅一個窗戶喺度，採光非常之靚仔啊！因為業主依家平時冇咩點住，所以煮嘢都係比較少啲嘅，有個大嘅冰箱啦啊！咁呢邊係擺翻張一個係1、2、3、4、5、6人位嘅餐台，實際上你坐8人都 OK 嘅。過到嚟呢邊咧就係我哋呢個客廳啦，客廳呢啲家私家電呢啲全部都有噶啦。過到嚟就係我哋呢個主陽台，哇！呢個主陽台好勁啊！主陽台長嘅話大概有7米，佢仲可以連通呢個客房嘅。呢邊望翻我哋嘅小區嘅園林啦。包括我哋呢個別墅區啦，呢啲別墅就上次阿波嘅拍嘅，呢別墅平啲嘅5、600萬，貴啲嘅如果係湖邊嗰啲咧，去到1000幾萬嘅嚇，所以話即係以呢啲富豪做鄰居都係唔錯。而且有冇發覺到咩咧？即係佢呢個視野好即係好開闊啊，非常之唔錯，好難得有咁樣嘅一個單位嚇。咁過到嚟呢邊咧，係我哋一個衛生間啦，我哋嘅衛生間同樣係做到一個乾濕分離嘅，同樣乾濕分離，非常之靚仔啦。呢層樓業主買過嚟到依家差唔多有8年到啦。嗱呢邊係第一間房，第一間個客房，客房呢邊有一個特別之處，呢度咧當時業主呢個位係屬於隔離主人房嘅一個衛生間，佢就將佢呢度做成咗一個衣櫃啦，
啊，即係方便細蚊仔喺度住擺啲衣服喺度。後期假如自己想改翻獨立嘅一個衛生間，呢邊可以封起嚟，好簡單啊，非常之簡單。再過到嚟呢一邊，帶大家睇翻第二間房，呢間又係個客房啊。呢間客房同樣都係做咗一個全面嘅一個落地窗，而且衣櫃全部到頂處理啊。業主當時都花咗好多錢去搞嘅呢層樓，而且業主好愛惜呢個單位。再過到嚟呢邊，同樣係做成咗一個客房，但係咧業主咧啱先問咗佢啦，呢邊佢當其時呢邊係俾翻細蚊仔做成一個功能房，攞嚟練嗰啲琴嘅，練鋼琴之類噶啦嚇，即係睇翻個人中意。仲有呢邊都做咗一個儲物櫃，隱藏式嘅儲物櫃。呢個位置同樣都係一大塊嘅嗰啲落地窗戶，採光非常之靚仔。嗱，最後嚟到我哋主人房啦，主人房呢邊做咗一個隱藏式嘅衣櫃啦。另外呢邊當時啱啱業主講啦，呢個好值錢嘅，即係嗰啲被係用做 LV 包嗰啲被嚟做嘅，啊，即係類似呢啲咁啦。同樣呢邊帶翻一個窗戶喺度，全屋家私家電全部都係齊全喺度噶啦，啊。嗱，成層樓大概就係咁樣嘅情況啦。咁我哋一陣間照翻老規矩，嗌翻我哋嘅同事，再俾翻成層屋嘅一個內籠嘅情況，最後再同大家匯報翻呢層樓嘅一個大概嘅一個交付情況，包括佢個金額大概點樣。咁我哋就一陣見。好啦，嗱，最後同大家匯報翻呢層樓嘅情況啦。今日我哋睇嘅呢層樓咧係121個方嘅，係做成咗5房。你哋冇聽錯，係5房嚇。即係呢個單位實有率超級高。即係我哋拍咗咁多個單位，包括惠陽呢邊又好，或者十里銀灘都好啦。跟住我哋睇嘅呢個嘅贈送率非常之高。一般121個方，最多只可能做3+1房或者係4房啊。呢層樓用材用料都係非常之正。當時業主嘅話係花咗大概有50萬做咗全屋嘅裝修。重點咩咧？牆身包括啱先我哋睇主人房嘅嗰啲被啊，全部都係真被嚟嘅。所以話真係物超所值。即係仲係嗰句，有啲似我哋之前嗰個朋友講嘅，即係買裝修送樓咁噶啦。而且業主都非常誠心去出售呢層樓啦。業主話咗啦，全屋家私家電可以全部贈送。另外仲有一個驚喜，啱先同業主就斟咗下，呢啲梳化可能話睇上去有啲舊，但係業主都承諾咗，假如話你哋有睇啱嘅，同樣可以買翻一套呢啲梳化送俾我哋一個新嘅買家，作為一個見面禮。呢個如果係有需要嘅情況下，我哋可以同業主傾。呢層樓位置喺邊度咧？係惠陽星河單堤嘅一個 V 區呢度。咁我哋依家嘅樓層咧屬於係中低樓層，但係一啲都唔會影響我哋嘅一個視覺啦。最後你哋最關心嘅呢層樓，僅只需要150萬就可以有交易。買一個星河單堤呢個高檔嘅屋苑嘅5房。有睇啱嘅可以聯繫波記，波記上方有聯繫方式，隨時可以過嚟呢邊實體睇樓。另外再同大家囉嗦多一句，
關於呢邊嘅配套同埋交通問題，第一個交通落樓出到我哋屋苑門口有我哋嘅深惠2號線，坐呢個巴士可以直達到我哋嗰個深圳坪山嗰個沙田站啊，大概需要時間大概就係30零分鐘啦。呢第一個啊，第二個後邊就係我哋嘅一個惠陽高鐵站，呢度過去坐公交車大概都係10分鐘之內就可以到噶啦啊。到我哋嘅深圳北只需要1個站，到西九龍2個站。到西九龍嘅話，大概需要30分鐘多啲。如果係到深圳北嘅話咧，大概需要時間都係15到20分鐘1個站啊，交通非常之方便。跟住落嚟就配套啦，你哋最關心落樓就可以享受我哋嗰個星河 COCO Garden 嘅一個商業街嘅配套，入邊有咩咧？麥當勞、屈臣氏、藥店、社區診所、業主食堂、永輝超市、戲院、學校，仲有商業街等等諸如此類嘅所有嘅生活配套喺屋苑應有盡有，即係只要你哋諗得到嘅呢個屋苑嘅配套，全部都已經帶齊㗎啦，非常之恐怖嚇。咁呢條片咧大概就分享到呢度俾大家啦。假如話你哋真係仲係嗰句有睇啱聯繫科技，上方有科技聯繫方式嗱，科技一直都會拍選盤。拍到你哋擁有為止，惠州買樓揾科技，梗係自實惠，多謝。